迎大家嚟到6日靜心之旅嘅第3日。喺日常嘅工作同埋學習入邊，有時會感到壓力同埋焦慮。靜觀練習可以喺我哋面對挑戰嘅時候，保持內心嘅平靜同埋清晰。而家邀請你同我哋一齊，利用靜觀練習放鬆日常嘅工作同埋學習壓力，提升注意力同埋自我覺察力。喺開始靜觀之前，選擇一個安靜而且舒適嘅環境。呢個地方可以讓你遠離噪音同埋干擾，專注喺自己嘅內在世界入邊。無論喺屋企、圖書館或者辦公室都可以嘅，只要確保呢一個空間可以令你感到安全同埋舒適。如果你準備好嘅話，邀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地方先坐低，雙腳平放喺地面上，背部貼住牆壁，肩膀可以慢慢放鬆，手可以自然咁放喺大腿上，或者輕輕咁樣放喺腹部上。再嚟慢慢閉上眼睛，將注意力集中喺呼吸上。慢慢吸氣，感受空氣進入咗肺部，然後慢慢呼氣，釋放我哋嘅壓力。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而家我哋感受身體各個部位，從我哋嘅頭部開始。頸部、膊頭、手臂、腹部、大腿、小腿、腳掌，感受每一個部位嘅緊張同埋放鬆。至於一啲緊繃嘅地方，我哋試住用呼吸去放鬆佢哋。吸氣，呼氣，再嚟一次啊！吸氣，呼氣。喺開始之前，我哋俾自己一個想象，例如我希望專注喺當前嘅任務，又或者我想要放鬆心情，減輕壓力。呢個想象幫助我哋喺練習中保持專注，然後我哋將注意力集中喺呼吸上，感受每一次嘅吸氣同埋呼氣，讓自己完全沉浸喺呢一個過程入邊。喺靜觀嘅過程入邊，思緒可能會不斷出現。如果你發現自己分咗心嘅時候，唔需要批判，只需要輕輕咁接受呢啲想法，然後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喺當下嘅呼吸上。吸氣，呼氣，再嚟一次啊！吸氣，呼氣。喺結束靜觀練習之前，我哋慢慢將注意力帶返喺周圍嘅環境，感受身體同埋凳嘅接觸，聽一聽周圍嘅聲音，俾自己再次連結返落呢個世界度。不妨感謝自己花時間進行咗靜觀練習，呢一個係對自己心靈嘅投放，幫助你更好咁樣面對日常嘅挑戰。將靜觀嘅意識帶入日常生活入邊。
喺工作咗或者學習咗一段時間之後，俾自己一啲靜觀嘅休息。靜觀係一種持續嘅練習，幫助保持專注、清晰、恢復能量。通過靜觀，俾我哋嘅心靈得到放鬆，減少焦慮同埋壓力。希望通過今一次嘅體驗，揾到內心嘅平靜同埋力量。但要記得嘅係，靜觀嘅過程並唔係追求完美，而係一種同自己同世界連結嘅方式。希望可以喺靜觀入邊獲得更多嘅成長同埋覺察，讓我哋每一日嘅學習同埋工作都充滿意義同喜悅。多謝你今次嘅參與。